Hello，大家好，歡迎你返到嚟我嘅 channel。如果你係一個戀愛腦嘅話，或者你身邊有朋友係戀愛腦，咁你就一定要睇晒我呢段片啊！你仲要睇多幾次，因為我相信你每次再睇，你都會有新嘅領悟。我今日就要同大家介紹一本書，叫做《女人不狠，地位不穩》。想當年我都係一個標準嘅戀愛腦。我就係睇咗呢本書之後，醫好咗我嘅末期戀愛腦癌。呢本書我不停翻睇咗2-3次。睇完之後，我就成為咗一個更好嘅自己。希望各位戀愛腦睇完我呢條片之後，都會成為更好嘅自己啦。女人不狠，地位不穩呢一本書嘅作者叫做曾子航。呢本書係由一個男人寫俾女人嘅心底話。佢以男人嘅角度話俾女人知點樣先可以談一場成功嘅戀愛。我相信好多人身邊都總有一個女仔真係好到不得了，男朋友想食乜佢就即刻去買，男朋友中意打機佢就喺隔籬斟茶遞水，甚至乎連男朋友嘅底衫底褲，佢屋企嘅水電煤雜費都通通包辦。咁但係結果呢？通常呢啲女仔到最後都係被飛嗰個。而最令大家唔明白嘅係，嗰個男人就會轉個頭揾一個又麻煩又乞人憎又翹口插手嘅女仔做女朋友，而且仲對呢個女朋友死心塌地添。咁究竟點解呢？呢本書《女人不狠，地位不穩》就話俾我哋聽，因為你太好啦，令到呢個男人好悶啊。呢本書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作者曾子航係一個男人，佢用男人嘅身份話俾我哋女人知，男人心入面到底喺度諗緊咩。佢話男人嘅骨子裏係有一種獵人嘅本性，如果你太聽話，太容易得手嘅話，對佢嚟講，你只係一隻煮熟咗嘅獵物。獵人係唔會對煮熟咗嘅肉有興趣噶，因為佢哋中意狩獵，中意追逐嘅過程。佢哋享受嘅係追逐而唔係擁有。作者喺書入面話俾我哋聽，其實男人好犯賤，雖然講落係好難聽，但係你試回憶下嗰啲追唔到你嘅男人，佢哋係咪有好多都死纏爛打呢？咁諗下，作者又講得啱喎。一個男人，你對佢越好，佢就越覺得理所當然，甚至覺得你煩。但相反，如果你對佢愛理不理，佢就反而會心癢癢，想盡辦法去討好你。點解呢？作者解釋話，男人天生就係追求挑戰嘅。喺兩性關係入面，邊個唔可以冇咗對方，咁邊個就係輸家啦。當你將自己縮到好細，而將對方放到好大嘅時候，你已經將呢段關係嘅主權拱手相讓啦。書入面有一句金句，佢話狠係一種態度，係一種唔會為咗盲目取悅其他人而犧牲自我嘅態度。呢度講嘅狠唔係叫你去做壞人，而係叫你去對自己狠一啲，唔好心軟，唔好卑躬屈膝。咁做女人究竟要點樣狠法呢？咁喺書入面就有3個層次嘅。第一就係要對自己狠，要有極強嘅自律，唔可以令自己變平庸，要不斷增值自己，無論係外貌啦、身材啦、事業或者係精神世界上面。咁我哋要點做呢？第一，我哋要堅持做運動，保持自己嘅身心健康，同埋我哋優美嘅體態。第二就係我哋要不斷去學習新事物，不斷去 upgrade 自己。學習新事物可以令我哋與時並進，仲可以令我哋變成有趣嘅人，可以豐富我哋嘅知識同埋增加我哋嘅內涵，從而令我哋更加有吸引力。如果我哋建立咗經常運動同埋經常學習增值自己嘅習慣，我哋就會有更加多嘅 me time，唔會令自己過度依賴喺情感上高。第三就係我哋要財務獨立，因為只要我哋財務獨立，先至有隨時離場嘅底氣。其實女人無論喺求職市場定係戀愛市場，都要時常保持我哋嘅市場價值。我哋一旦冇晒價值，老細話炒你就炒你，你男朋友話飛你就飛你噶啦。第二種狠就係對感情嘅狠，我哋要有隨時可以走嘅底氣。如果一個女人驚失去一段關係嘅話，咁佢就注定喺呢段關係裏面失去地位。當我哋面對一段就嚟壽終正寢嘅感情嘅時候，我哋要做到唔糾纏、唔乞求，我哋要識得止蝕離場，咁樣我哋可以保存我哋嘅尊嚴，同埋喺關係裏面攞翻主導權。你試諗下，
當你自己都唔愛自己嘅時候，你點樣可以要求人哋愛你呢？第三種狠就係要對男人狠，要建立清楚嘅邊界同埋底線，唔好做男人嘅附屬品或者廉價勞工。第一，我哋要好清楚咁話俾男人聽，我哋嘅底線喺邊度，並且堅守底線，寸步不讓。當然，你嘅底線都必須要合理啦。第二就係要保持神秘感，我哋要同男人保持一段適當嘅距離，俾啲空間佢腦補一下你有幾好，你有幾靚，你有幾迷人。點樣可以保持神秘？頭先咪叫你自己花多啲時間喺你自己身上咯，例如學下啲新嘢啊，做下運動啊，研究下點樣化妝，點樣美容，花多啲時間同自己獨處，了解下自己。唔好24小時黐住你嘅男朋友，唔需要每件事都同佢報備，唔使成日 update 你嘅社交媒體，update 你嘅近況，咁樣就可以保持一定嘅神秘感噶啦。第三就係適度地對佢冷淡。我唔係叫你扮晒嘢咁樣冷冰冰咁對佢，不過你試諗下，當你好忙嘅時候，而佢又揾你，你就自然冇乜心情理佢啦。呢一種真正冷淡，唔係扮出嚟嘅冷淡，就恰到好處啦。所以喺呢三種狠入面，最重要就係對自己狠，要堅持增值自己，令自己生活更充實，令自己成為更有趣嘅靈魂，減少對感情嘅依賴。呢本書入面最核心嘅理論就係教大家做一個3不女人。呢3個不係會令男人持續咁對你着迷，唔敢輕視你嘅關鍵。第一個不就係思想上要深藏不露。好多女仔一拍拖就會恨不得將自己上3世下3世嘅事講俾對方聽。作者話你千祈唔好咁做啊！你要好似一本揭唔完嘅書咁樣，每日只係俾佢睇1頁。如果你太透明，男人能夠一眼睇穿你，咁佢就對你冇晒好奇心噶啦。你要有自己嘅見解，你要有自己嘅主見，甚至有一啲佢睇不通摸不透嘅神秘感。當佢覺得佢唔係完全了解你，唔係完全掌握你嘅時候，佢先肯花時間花心思喺你身上噶。第二就係性格上要捉摸不透。男人最怕嘅唔係女人發脾氣，而係個女人冇晒火。作者提倡女人要有啲貓性。貓係點樣噶？貓佢中意你嘅時候就同你撒嬌，佢唔高興嘅時候就睬都唔睬你。你捉佢，佢就會跑開，甚至中意搲你就搲你，咬你就咬你。你完全唔知隻貓幾時會過嚟嗲你，唔知佢幾時會肯俾你抱，幾時唔肯俾你抱。但係啲貓奴又心甘情願咁樣去服侍佢哋個主子噶喎，就係呢一種唔係永遠聽話嘅性格，反而令男人覺得你更加有魅力。如果你成日都係話好啊，得啊，你話是啦，哦，好啊，你中意啊，咁樣你就會由一個伴侶降格變咗做一個保姆噶啦。第三就係行動上要飄忽不定，呢一點喺而家通訊咁發達嘅年代反而特別重要。當個男仔 message 你嘅時候，點解你一定要秒回呢？點解佢一約你，你就要推晒你朋友嘅約會去見佢呢？作者話我哋要有自己嘅生活節奏，我哋要有自己嘅興趣，我哋要有屬於自己嘅圈子。如果一個男人覺得你係隨傳隨到嘅話，佢就唔會認為你嘅時間係珍貴嘅。你要令佢明白，我愛你，但係我唔係非你不可，我有我嘅世界。你只係我精彩人生入面嘅其中一個部分啫。咁可能有啲戀愛腦就會問啦，哇，我有咁多底線，咁多原則，咁咪會嚇走好多男仔咯？佢哋會唔會嫌我煩，唔中意我噶？我想話俾大家聽，真正中意你嘅男仔係會尊重你，佢係願意跟你嘅步伐走。如果嗰個男仔唔願意尊重你嘅底線，咁你就篩走佢啦，佢唔適合你噶。堅守底線，除咗可以獲得對方嘅尊重之外，仲可以篩走一啲無謂人，唔好令自己墮入渣男嘅陷阱入面。所以劃清界線同埋堅守底線係非常非常重要噶。喺書入面，作者都舉咗好多由賢妻良母變成深閨怨婦嘅例子嘅。有一個例子就係講一個女仔為咗支持佢男朋友創業，自己打2份工供對方讀書生活。等到個男朋友事業有成嘅時候，個男人竟然同佢講，佢覺得同呢個女仔一齊嘅時候好大壓力，
因為女仔嘅好令佢覺得好似欠咗對方咁，最後男人揾咗個乜都唔識做，淨係識使錢嘅嬌嬌女做女朋友。作者嘅分析就話，因為呢個女仔喺呢段關係入面失去咗自我，佢對個男人太好啦，反而成為咗對方嘅負擔。所以喺書入面仲有一句好精警嘅金句，佢就話：女人唔可以冇咗自己，一旦你為咗愛情而迷失，你就已經失去咗被愛嘅資格啦。大家試諗下，一個連自己都唔愛、唔尊重嘅女人，點樣去要求男人去尊重你、去愛你呢？所以你要狠心地拒絕嗰啲消耗你嘅要求，要狠心地將所有資源投資喺自己身上。究竟我哋要點樣將呢一種狠應用喺我哋實際嘅生活入面呢？第一就係我哋要管好自己嘅社交媒體，我哋唔好咩情緒都擺上網，我哋要保持一啲神秘感，令對方估唔到我哋喺度做緊乜、諗緊乜。第二就係我哋喺相處上要有底線，例如如果對方遲到或者冇禮貌，我哋要即時直接地表達我哋嘅不滿，而唔係俾藉口對方。算啦，可能佢心情唔好啫，佢下次應該唔會咁噶啦。我哋要對自己嘅原則狠一啲。第三就係喺心態上，我哋要學識斷捨離。作者喺書尾嗰度建議，佢話如果一段關係令你唔開心嘅話，或者對方唔尊重你，咁你就要即刻轉身離開。呢一種轉身要決絕，要肯定，不拖泥帶水。呢一種狠就係最高級嘅狠啦。總結嚟講，女人不狠，地位不穩呢一本書唔係教你點樣玩弄感情，而係教你要奪回人生嘅主導權。各位戀愛腦，由今日開始唔好再做一個賢良淑德嘅好女仔啦。我哋試下對自己好啲，對男人狠一啲。當你活得精彩、活得有個性嘅時候，你根本唔需要去討好任何人，亦都唔需要去爭取啲咩地位。因為你本身已經係一個無可取代嘅存在。其實呢一本書入面仲有好多好精彩嘅章節噶。如果你有興趣嘅話，我強烈建議你去買翻呢本書嚟睇，仲要長期擺喺自己嘅書櫃入面做鎮屋之寶添。今日我就講住咁多先啦。鍾唔鍾意我都好，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同埋 CLS 我條片啦。拜拜。